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秒懂新聞。最近全港高度關注嘅 Save Lily 事件，呢單事件涉及一對香港未婚伴侶多年喺海外生活同兒童照顧嘅爭議。最近因為幼子 Danny 出生後嘅情況，警方正式以疏忽照顧罪名拘捕呢兩名自稱父母嘅人士，令事件急速升溫。呢件事唔單止係一個家庭嘅私人事務，更反映出父母育兒理念同兒童基本權利之間嘅深刻衝突。涉事嘅43歲曾先生同39歲關小姐，多年嚟堅持在家分娩同特殊育兒方式，育有3名子女。長女喺芬蘭出生後約1個月不幸夭折。次女 Lily 現約4歲，早前喺瑞典被當地社福局以疏忽照顧為由強制接管，安排住喺寄養家庭。幼子 Danny 約2個月大，喺香港家中出生，但由於父母拒絕提供 DNA 證明同任何醫療記錄，以致 Danny 至今仍然係冇出生登記、冇正式身份嘅兒童。6月2日，警方西九龍重案組採取行動，喺長沙灣區將 Danny 同2名自稱父母人士尋獲，並以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7條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名，將曾先生同關小姐拘捕。曾先生其後被雙手反鎖上手銬，押返翠雅山房單位搜查，兩人分別扣留喺長沙灣警署同紅磡警署。Danny 即時被社署人員護送往明愛醫院接受全面身體檢查。社署同時向法庭申請保護令。勞福局局長孫玉菡表示，社署由5月底開始已多次聯絡父母，包括深宵上門探訪，但直到6月1日先透過電郵成功聯絡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指出，父母未能提供任何產前檢查或生產記錄，甚至連一張妊娠期間嘅大肚相都未能提供。佢強調，嬰兒出生後第一時間應該送院做身體檢查，但父母完全冇咁做，呢個好明顯係疏忽照顧兒童。鄧炳強呼籲兩人盡快提供相關證據，否則政府會考慮進一步行動。曾先生同關小姐喺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清楚表達咗自己嘅核心立場。佢哋堅持在家分娩同純母乳餵哺係個人基本權利同選擇，認為拒絕提交 DNA 檢測係捍衛私隱同宗教信仰。政府有責任先進行私隱影響評估。曾先生特別強調，現時主要目標係爭取 Lily 盡快回港團聚，指瑞典當局做法不公，剝奪咗 Lily 作為香港人嘅文化同家庭權利。即使面對批評，佢哋都堅持自己育兒方式係安全可靠。Danny 目前健康狀況良好，冇明顯不適。當局同社會關注焦點完全落喺兒童最佳利益上面。鄧炳強同孫玉菡多次重申，兒童身份確認、及早醫療檢查同疫苗接種係基本保障，不能因為父母個人信念而受到影響。大律師同社福專業人士指出，第27條罪行範圍廣泛，只要父母行為有潛在風險，導致兒童健康受損，就足以構成犯罪，最高刑罰可達10年監禁。多名立法會議員，包括狄志遠、管浩鳴同陳文儀等，都公開支持社署介入，認為冇任何醫療記錄嘅在家分娩已經遠離正常做法。社會大眾最擔心嘅就係 Danny 作為無證兒童，將來可能面對醫療、教育同法律保障方面嘅真空問題。2名被捕人士仍然被當局扣留調查，而 Lily 仍然身處瑞典寄養家庭，涉及國際遣返程序，情況較為複雜。政府已透過外交渠道跟進，強調會法理情兼顧，但兒童安全永遠係首要考慮。事件發展迅速，預計短期內會有進一步調查結果公佈。呢件事件背景可以追溯到10多年前，曾先生同關小姐喺香港相識，發展成未婚伴侶關係。2016年至2017年，曾先生赴芬蘭一所大學進修，關小姐以配偶居留許可陪同。2019年，關小姐喺芬蘭家中自行分娩長女，但長女出生後約1個月不幸夭折。芬蘭警方曾以涉嫌遺棄同嚴重疏忽照顧展開調查，雖然2025年撤銷控罪，但相關文件顯示當地曾視為重罪處理。2021年，次女 Lily 喺芬蘭出生，因身份問題未能正常登記。2022年至2023年，全家遷往瑞典後，Lily 被當地社福局接管。報告指當時小朋友身體骯髒，
有嚴重濕疹同牙齒損壞。父母其後成立 Save Lily 專頁公開抗議，之後轉往英國，最後回流香港。2026年4月，Danny 喺香港家中出生。雖然在42天限期內申請登記，但拒絕提交 DNA 報告。事件終於全面爆發。呢件事不禁令人想起1986年嘅郭亞女事件。當時約6歲女童郭亞女被患有精神病嘅母親黃婉韶長期幽禁喺葵涌葵興村單位內，與外界完全隔絕。佢唔識講嘢，亦未接受任何教育。社署1985年11月接獲舉報後，社工曾5次上門探訪都被拒絕。至1986年5月8日，時任社會福利署署長陳方安生批准，聯同警方、消防等多個部門破門入屋救出女童，母親則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事件當時引起全港極大爭議，有人批評社署濫權拆散家庭。但事後政府發表報告書，修訂相關法例以強化兒童保護，並設立緊急社工隊。郭亞女事件至今仍然係香港兒童保護制度嘅重要里程碑，凸顯公權力介入家庭嘅界線問題。同郭亞女事件相比， Save Lily 案主要涉及父母有意識堅持個人育兒理念，加上跨境背景，而非單一精神問題同極端幽禁。但兩宗案件都有父母不願意合作，兒童長期缺乏正常照顧嘅共通點，最終都需要當局強力介入，保障兒童福祉。當年郭亞女案推動法例進步，今次 Save Lily 事件亦可能觸發社會對在家分娩登記同無證兒童處理規管嘅進一步檢討。呢件事亦引起網民兩極討論。大部分網民強烈批評父母做法，形容不負責任，認為長女夭折同 Lily 被接管已經係明顯警號。Danny 更加需要即時保護。唔少意見要求社署盡快為 Danny 安排安全環境，亦有少數聲音支持父母嘅私隱權主張，但整體主流意見都傾向支持政府行動，認為兒童福祉不能妥協。網民多以 Save Danny 表達對小朋友嘅關注。總結嚟講， Save Lily 事件再次提醒社會，父母權利同兒童權利之間必須小心平衡，兒童嘅最佳利益永遠係最優先考慮。政府今次迅速介入，顯示對兒童保護嘅重視，同時亦暴露現行法例喺處理無證兒童同在家分娩後續責任方面存在不足。希望透過呢單事件，社會各界可以更理性討論如何完善制度，既尊重成年人有合理選擇，又確保每一個小朋友都能喺安全環境下健康成長。事件仲喺持續發展，我哋會繼續密切跟進最新進展。各位朋友，兒童係社會嘅未來，保護佢哋係每一個人嘅共同責任。感謝大家收聽秒動新聞，我哋下次再見。